开始安好，咱来开始吼，来，咱三个来祈祷吼。主感谢你的带领，今日下晡受你邀请来到你的面头前，阮三个伫即所在要来学习，求你帮咱的心意来拍开，带着单纯、甲较无，互阮今日的下晡所领受的，高真正对阮每一个兄弟帮助。恳求你通过这个课程来加持阮，互阮高真会当学习，伫听着你的话，听你的声音里头一个进步。主，求你帮助我，互今仔日下晡阮听人讲的人，拢通过圣经的帮助，会当受鼓舞去做手，阮来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名。阿门。好，咱今仔日下晡要分享是听着上帝声，听着上帝声咧吼。你有知有期待你听到上帝声？期待吼。上帝若是会讲话，照讲咱拢会当听到伊的声。上帝若伊到会讲话，咱就听袂到伊的声。如果咱的上帝是讲话的上帝，所以咱应该会当听到伊的声。毋知有人捌甲你问过，讲下晡人。我早起听到上帝对我讲话咧，毋知有人安尼甲你讲。那今仔日有人安尼甲你讲，特别一般的朋友，若甲咱教会人间信主来讲，啥物长老、啥物执事、啥物兄弟，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早起哦，主甲我讲话咧。若有人对你安尼讲，你的反应毋知安怎吼？敢有影？真诶假诶？我信主较侪年，拢甲袂听到声，你拄来了，是真诶假？毋知你诶反应是安尼无吼？当然有可能你袂安尼讲，毋过你可能会有淡仔质疑，也是想要进一步了解，到底上帝对伊讲话是讲啥话？迄声是大声、细声？咱一定真好奇，想要了解到底上帝对伊讲话时阵是讲台语，也讲国语，吼。耶稣是讲阿兰文咧，也是耶稣讲阿兰文啊，阿兰文我就听过吼。咱一定真想要知影讲，到底耶稣讲啥话？耶稣安怎对咱讲的吼？我要讲就讲，咱的神若是会讲话，咱若有耳孔，咱是有知觉的人，一定能听到伊讲话。即摆是讲，为虾米咱有法听到主讲话？咱今日要来学习的，毋是咧讲主会讲话袂讲话，是咱要安怎会当听到主讲话？吼，咱要学习。刚才过去咱的了解是讲，要听到主讲话吼，咱过去了解就是讲吼，主会讲话啦，主通过圣经对咱讲话，对无？主通过讲道者对咱讲话，对无？主通过大自然对咱讲话。甲人讲安尼，当然，主通过讲道人对咱讲话，对教会长辈对咱讲话，对大自然、对圣经对咱讲话，这毋影。但是除了这以外，上帝敢无可能通过别种方法对咱讲话？应该有。今仔日下晡咱就要学习讲，那安尼除了圣经、大自然、教会传教者、长辈对咱讲话以外，上帝敢有可能用别种方法对咱讲话？咱今仔日要学习。主对咱讲话，吼，主安怎对咱来讲话吼？咱今日要来学习吼。毋过大先你也是爱相信一项事哦，爱相信讲咱的主是会讲话哦。你若无先相信主会讲话吼，安尼可能咱就听袂到主讲话声音呢。所以咱大先就爱先讲，咱要先知影主会讲话，安尼这真重要。吼，主爱先会讲话哦。咱来确信主若会讲话，咱只要要学习的就是。要学习安怎听伊讲话吼，其实主对咱讲话吼，今日咱要甲咱分享就是主用两种方法对咱讲话。第一种叫做咱想象力、想象力吼，主通过伊互咱的想象力对咱讲话，通过想象力对咱讲话。你咱的想象力吼是上帝创造的，当上帝创造一个人时，就甲想象力互人。所以一个人会当有想象力，毋是你。读册读到一个程度，所以有想象力，毋是因为你已经真大汉，所以有想象力。这个想象力是上帝互人的，
所以这个想象呢，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心哦。咱的想好诶，想象力若想好诶，咱的心就好，心情好。不过咱的想象若是就歹，咱的心情就影响。所以这个想象若是上帝创造的，伊要互你的身躯、心灵、情绪、行为拢受影响。所以既然上帝创造这个想象力，无一个创造是偶然的创造，无一个创造是假人，每一个创造拢是有功用的。所以上帝从这个想象力创造咱内底，伊一定要通过想象力来发挥这个想象力的功能。啊，就我们了解讲，想象力是上帝互咱，伊要通过互你的想象力，要对你讲话，互你听到声音。吼，咱要做学习的吼，就想象力是真的，毋是假哦。啊，你嘛毋通想讲吼，啊，咱学袂成啦，学袂成啦。啊，你若学袂成就无法度啊。上帝互你想象力，你会当通过这个想象力去想物件。上帝要通过伊所创造的想象，甲你讲，伊要甲你讲啥话？当然，伊袂亲嘴甲你讲，毋过伊会从一个想要甲你讲话，有可能是一百度，有可能一句话，有可能一个旋律，通过你的想象力甲你放你内底。但是咱要试看卖啊吼，咱要试看卖。毋过大先你也先接受主的讲话，然后主互你一个想象力，通过这个想象力，伊要替代讲话，安尼应该都了解无？吼，啊，你如果讲较老学袂成的吼。较老学袂成的，听到主讲话无一定；较老学袂成的吼，无表示伊会当听到主讲话。咱这较袂晓学袂成的人吼，嘛有想象力。所以只要一个人有上帝互伊想象力，伊就法度听到上帝讲的吼，这是真重要的吼。所以咱会当要听上帝对咱讲话时，咱应该大心把这个想象的主权吼交互主来掌握，因这是主创造的。所以咱要听到主的声音以前吼。咱要甲主讲，主我即摆甲想象力的主权交你哦，你要来负责我的想象力哦。求你家己要对我讲话吼，通过我的想象力放我内底，互我知影，即个我今阵所想到，就是你要甲我讲话。咱应该用即个方式吼。那么你的想象嘛当用法吼，你在魔鬼嘛当用想象力来影响咱吼，魔鬼会当用想象力来影响咱吼。所以咱来从这个有气力的这个想象力交主来掌管，互主通过想象力对咱讲话，这第一吼。第二就是主会通过意念吼，还是讲伊讲直觉啦，讲伊讲直觉吼，来意，敢若无一字吼。意念，上帝通过意念对咱讲话，吼，通过意念对咱讲话吼。啊，主会对意念对咱讲话，像是圣经内底有一个所在吼。诗篇139篇17节，圣经安尼记载讲：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，数目何等的多。所以上帝咱通过意念，通过伊的意念，通过咱的意念，对咱讲的。我记得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：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有这句话。意思讲神有意念，我们也有意念。上帝有一个物件叫做意念，上帝互咱有一个物件叫意念。这个意念甲意念，会当把伊意念吼放咱的内底，互咱了解。吼，上帝甲这个意念互咱，这是真的，毋是假。因为上帝有意念，所以上帝嘛甲伊话物件互咱。所以上帝咱通过想象来甲意念对咱讲话。吼，咱即摆来试看来安尼好。我要请你即摆甲目睭闭起来，目睭眼睛闭起来。咱每一个拢甲目睭家闭起安尼吼，闭起来。我要带恁来祈祷，你着安静伫主的面头前来祈祷，吼，然后你着注意听，我要带你来祈祷，啊，你嘛求上帝帮助你，伫即个祈祷中间会当领受主，互你通过想象力，还是意念，互你的一个，无论是位数，还是感觉拢要紧吼，咱要准备来祈祷咯。主耶稣，阮来到你的时阮宝座前，求你搁一摆有你的宝贵也看阮。主求你引带阮来到你面头前，互阮当伫你面头前得到你家己的启示、教导、甲提醒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你会当用诗篇13篇，你的头壳内底放诗篇13篇，毋知你有印象这段经文无？你的头壳内底即摆爱放诗篇13篇。主，阮这个时阵来到你面头前，主你是阮的牧者。阮伫内底无抵抗欠亏，
主你要带阮到伫安静的水边，带阮到伫清水草坡到安静的水边。主，阮感谢有你，主，阮即阵就要投靠伫你替阮陪伴，即个清水的草坡甲安静的水边。主，求你互阮伫迄个所在会当领受着你甲阮做伙，要对阮讲的话。主，阮感谢你有你。主，感谢你，阮会当来到你面头前，带阮来到清水的草坡，带阮来到安静的水边，互阮伫迄个所在会当享受甲你做伙训练甲福气。主，阮相信这个时阵是你对阮讲话时间，求你帮助阮，使用你互阮的想象力甲意念，对阮讲话，互阮伫这段时间会当经历体会你伫阮生命、生活、身躯、思想、情绪对阮讲话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有你，阮安尼感恩祈祷，靠耶稣名，阿门。来，我先问两吼，拄安尼祈祷时阵，你有看到青草坡的遮尔野手？看到，过来。你有看到溪边的遮尔野手？来，你有感觉伫祈祷时看到羊仔的遮尔野手？感觉敢有羊仔呢？有无？来 ，OK， 好，感谢主。你有感觉你拄仔祈祷时有看到一个木匠，敢若耶稣伫迄个所在有看到？有。你毋知有感觉咱拄仔咧祈祷时，迄个耶稣敢若甲你抱伫伊的胸前，你拄仔有看一百度？有感觉？拄仔祈祷时，你有感觉有温暖的遮尔野手？感觉有平安的遮尔野手？你毋知会当接受哦？拄仔咱咧祈祷时阵，咱是伫建成教会祈祷哦。咱拄仔是建成教会祈祷，毋过伫咱祈祷的时阵，因咱的想象力甲意念有主来掌管，所以咱咧祈祷的时阵，迄个无相关的感觉进到你内底，你有一个感觉，有一个图画伫你内底，有图像伫你内底，有一个感觉伫内底。我要讲哦，既然你甲想象力甲意念交互主，拄仔你所领受就是主要对你讲话的声音。哎，安尼。咱来用这个方法来回，检查你的想讲，我家己想的啊，我嘛知是你家己想的，无感觉想的，是你家己想无对。毋过主用互你的想象力甲意念，互你想到这个时间，主会对你讲啥话。我安尼讲，毋知你能了解无？无啥会当接受吼。我安尼讲，我拄开始嘛袂当接受呢。毋过我就较单纯讲，我相信主要互我。会当通过安尼接受主，会当一直随时甲我讲话，我听得到。当然，咱会当通过圣经听到上帝声音啦。毋过上帝除了用圣经啊，伊敢无法度用这个方法直接对咱讲话。我相信无法度。啊，若无上帝，我当然无啥讲。上帝会当通过毋拿圣经，毋拿参考这个教，毋拿教会教会对咱的提醒，上帝要直接对你讲话。所以咱会当伫祈祷中间，甲耶稣讲，耶稣。我要甲我想象力甲意念的主权交你，求你使用你所创造，互我这个想象力甲意念对我讲话，互我伫这个祈祷时阵会当看到物件，会当听到声音，会当感受到迄种感觉安尼。咱来用这个心吼来学习听主的声音，但是我咧讲的意思，毋是讲吼圣经，也是牧师的角度来中规提醒。较无对嘛？咱即种上概括，我无即个意思哦。我的意思讲吼，上帝通过无相方法对咱讲话，拢有可能。为虾米？因为会讲话的神一定有办法通过无相管道对咱讲话。所以今仔咱就要来学习讲，主会当通过伊创造咱生命中间的价值头啊，就是想象力甲意念对咱讲话。咱虽然信主遐尼久，但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吼，要安怎讲？是讲单纯吗？吼，这个想法来学习主对咱讲话。
今仔咱要将咱的焦点放伫即个所在，注用想象力、甲意念，还是知觉对咱讲话。上帝通过这两个物件，用话、用图画、用诗歌、用经文，还是用感觉，甲上帝对你讲话甲表现出来。我咧讲，唔知会当了解无？因为过去阮咧上无了有体，咱哋姊妹祈祷，或者叫个人服饰，就是上无了时阵，咱会当阮协会大家会替咱祈祷，咱来定期替咱祈祷吼。阮这个协会吼替人祈祷的时阵，未甲你讲啥，讲你今仔日安怎，一定是安怎。譬如讲，今仔有人一个人个性真歹，真够发性地，然后阮的同工就甲你讲你一定细汉叫欺负甲挡袂牢，所以你会发性地。所以细汉的代志吼，就是你发性地主因。我袂安尼讲，因吼每一人吼，今仔日发性地一定有原因。无人知影咱的过去啊，敢若主要所知影。所以咱咧替即个有发性地即种人祈祷时呢，一定甲伊讲，咱起码主甲咱带去当一个前顶，用上帝互咱的想象力甲意念对咱讲话。为什么今仔日我的性地遐尼歹？什么原因？主有可能带即个性地真歹遐尼姊妹，当去到有可能小学3年级的时阵，有可能小学1年级的时阵，有可能是读幼稚园的时阵。有可能是老母腹肚的时阵，这个性地歹的性地就已经伫内底啊。为什么？有可能因妈妈足歹性地啊？因妈妈那歹性地，因为爸爸拢无负责任，妈妈的性地真厉害起来。啊，这个歹的性地影响这个腹肚囡仔。这个囡仔虽然顺利生产出来大汉，不过迄个歹的迄个性地一直断掉咧。所以你替伊祈祷的时阵，会甲伊讲，袂甲伊讲吼。你就是吼安怎，迄是协谈咧讲的啊。圣神是上解过协谈书，咱要邀请圣神，邀请耶稣，等到当时真正互咱性地歹的源头，然后这个源头来看到到底什么原因。我咧讲，唔知当了解无？哦，咱的上帝，咱的主若是会讲话的时阵，伊就有法度对咱来讲话，因咱就当听伊的声音。啊，今仔咱就讲吼。主要通过想象力甲意念对咱来讲话吼，因为想象力甲意念拢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咱要通过这个上帝创造的来听到上帝对咱讲话声音。我咧讲唔知你会当了解无？对。你千万唔通想讲，迄是我家己想的啊，当然是你家想的。毋过若无上帝互你想，你嘛想袂到。咱过去遮尔济代志哦，咱头脑当想真济代志哦。不过，伫这个瞬间，你祈祷时，哪敢想一项代志？一定毋是凊彩，一定毋是凊彩，一定伫这个时间，上帝通过这项代志，甲提醒要讲啥？一定是安尼。上帝瞬间介入，像咱今仔日，咱伫厝内时，本来囡仔做一歹代志，咱发现的，不过一瞬间的时，伊无发现的，头脑决定无发现的。迄个瞬间的决定吼，我相信是上帝互你的决定。真的。咱有个人讲无啦，迄是我修养好啊，知影讲这个是袂当性地啊，毋是啦，是迄个时阵上帝互你一个卖发性地这种命令，这个道位，伫迄个该啊发性地，你无发性地。我认为是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咱若用这个方法来看咱家己。伫真济代志里面，本来是差错，不过你做决定唔正咧，结果得到上帝保守。当然，魔鬼咱通过想象力甲意念影响来，有可能，因为魔鬼嘛知影讲，这个方式是咱会影响咱身躯甲心灵方式，所以魔鬼嘛会当直接用想象力，用上帝创造物件，用想象力，甲用这个意念，甲这魔鬼的意念甲。应该讲，伊代先影响咱的心啊，我们的心吼，咱的心若惊吓，咱的想法、意念就无共款。所以上帝伫咱的心内做工，互咱有一个平安，咱的意念就无共款。
毋过魔鬼嘛会甲咱伫咱心内叮当，互即个心内即个感觉转到头内底，所以魔鬼会使用上帝创造的基石头来做影响人的工作，所以魔鬼嘛当通过上帝所创的意念甲想象力来影响咱啊，有可能哦，有啊，魔鬼若会使用即个影响咱，表示伊对用家己想要爱咱做的，来放在头内底，上帝敢有法度？无法度。我安尼讲，毋知会当了解无？会伤亲无哈？啊，老乌龙兄，你大家是中国哦？等下吼，我甲乌龙就熟咧，讲我边，就是讲上帝通过伊所创造的想象力甲意念，对咱表示的意思，互咱知影伊即个时间、即项代志，伊爱咱安怎做、安怎回应。咱今日就要用即个角度切入去上帝安尼对咱讲，因等者咱要安尼，咱用即个方式来学习，你能听到上帝安怎讲话方法吼。啊，不过大先你爱真接受上帝是创造的，伊创造的想象力甲意念放内底，上帝对伊讲话啊，所以上用即个方法对讲，因为讲真诶，上帝会亲嘴出声甲你讲，因若上帝讲话吼，迄真大声，因为神诶声真大声。对，你看迄个扫罗吼，迄上帝对讲较大声，伊就随摔落马坑了。上帝若真正讲话真大声，上帝用你会当接受的声音对你讲话，上帝用你会当接受的声音，那像讲一个爸爸甲妈妈，用囡仔会当接受方式听话啊。所以咱咧甲囡仔讲话时，你得足细声无？恁囝来叫阿雄啊，对无？你讲雄啊，爸爸来啊，雄啊，对无？你敢有讲雄啊起来，哎呀，对无？你一定用伊会当接受的方法对伊讲话，你一定袂用伊袂来接受的方法，用大声，无可能啦。你一定用伊会当接受的方法对伊讲话，上帝来共款。上帝用你会当接受的方式，就是用你想象力、甲意念还是理解对伊讲话。哦，你内心爱接受上帝法度，用伊所创造的物件表示伊对你的意思来吼。咱只要听到上帝声音非常重要吼，听到上帝声音吼，毋是干那听到上帝声音，表示听到上帝声音，这个声音会当帮助咱吼，互咱甲主有真亲密的关系吼。我即摆想问你一个问题吼，你知咱的上帝叫做无所不知的神对吗？啊，过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能，要有咱的神，还有咱的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还有吗？你想咱的神什么神？无所不至，无所不至，无所不至什么意思？这咱中咱拢会在一起。安尼跟无所不在有点类似哈，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要有人无奈的不得了。咱的神嘛是无奈的不得了。另外一大经吼，以色列百姓大家都怀疑上帝话，咱的上帝是无奈的不得了的神嘞吼。来句讲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，讲无奈的不得，无奈啊！真正咱的上帝是无奈的不得了的神嘞。迄伊百姓以色列人吼，拢爱听伊话。真正一个老爸啊老母吼，伊囡仔爱听话，伊嘛是无奈的不得了，对。真正无奈的不得了，咱上帝吼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，啊嘛是无可奈何的神诶。这必须爱听伊话，啊不爱听，若不爱听，搁带头反背呢。嘿，这以色列百姓真正是真无好一个神吼，真无好的百姓吼。啊，这段经文讲吼，咱来听到上帝声非常，你知，这个听到上帝声吼，会当帮助咱甲对方建立好的关系。你毋知有相信咱无？今仔日我要甲建民吼有好的关系，今仔日伊要交好关系，我问伊吼，伊今仔日开始连续一礼拜，逐工甲我讲1点钟，你想阮的关系好？无呢，伊逐工甲我讲1点钟，毋过阮无法甲伊讲，伊甲我讲你想阮的关系好？无啊，我一个月逐工拢讲1点钟，
阮两关系好无？我拢爱讲话，甲伊讲话，安尼好。要有回应。啊，无几年好啦，一年逐工拢讲1点钟，伊拢对我讲1点钟，我拢听伊的话听正，但伊拢唔会听我的话，安尼关系好。咱两个关系要好是安怎？是你讲话我有听着，啊，过来你嘛爱听我讲话咧。对，系啊，因为讲话是两边人拢爱讲，安尼关系才好。一个翁一个某一直甲翁讲话，翁拢袂甲某讲话，安尼来关系才好。咱要甲主的关系好起来就安怎？就咱吼爱互主听咱讲话，毋过你嘛爱听主讲话咧。你别讲主听我讲着，我祈祷煞，啊，我继续袂使啊。懂？咱祈祷主爱听咱话，毋过主嘛爱对咱讲话，所以咱嘛学习听伊话咧。咱袂当甲伊讲话听，啊，当我听伊讲诶，安尼关系就好。所以这听主的话就是要帮助咱甲主建立真好关系。这段经文讲在讲以色列百姓拢无听上帝话吼，所以上帝话以色列百姓做出真个困难。在这段经文安尼讲，人若听主的话吼，听主的话吼，讲主会帮助人制服敌人，制服伊对敌。啊，有影，以色列百姓几啊摆失败叫人通敌，拢是因无听上帝话。所以这段经文讲吼。以色列百姓若听上帝话，上帝会制服因的敌人，吼。而且若讲佚态制服，讲速速制服哦，讲速速制服。所以一个人咧打败敌人，甲其实好济少无关系，是甲伊有听上帝话。一个人咧打败敌人，是听上帝话。所以耶稣会当打败迄个撒旦，伫40天见证了对伊攻击，为啥无法度？因为耶稣迄个时阵听上帝。用上帝对付呢？各位大家唔知你知影唔知吼？这个耶稣吼，耶稣伫世间的时阵吼，伊是会犯罪人，你知无？耶稣，我要说明较清楚。耶稣是人，所以耶稣应该是会犯罪，唔知你能接受无？耶稣会犯罪，不过耶稣选择不爱犯罪。因为耶稣若未犯罪，魔鬼无法讲，魔鬼就毋免甲引诱，因为伊未引诱未犯罪啦。伊哪要引诱耶稣？因为知影耶稣是人会犯罪，但是耶稣选择不爱犯罪，所以你有印象无？当伊伫旷野吼，魔鬼伫旷野引诱耶稣3摆无成功的呢，圣经一来讲，伊就暂时退后，意思讲啥？伊要找机会继续互耶稣犯罪。伊要找伊，伊到耶稣面顶时顶的时阵吼，伊搁咧想办法要互耶稣犯罪呢。啊，为什么魔鬼伫耶稣的边啊，一直缀前拢无去走？因为伊知影人就有犯罪，耶稣就是人啊，所以耶稣有可能犯罪。不过耶稣选择不爱犯罪，耶稣哪会犯罪呢？毋是伊是上帝囝哦。你可能想啊，耶稣上帝囝，所以未犯罪。我来讲，咱嘛上帝囝，来讲对无？咱大家嘛上帝囝，耶稣无犯罪，毋是伊是上帝囝，是因为伊坚持顺服上帝话。无耶稣甲咱嘛共款啊，来到世间咱甲咱共款，咱无共款。伊嘛会疼，嘛会枵啊，嘛会流目屎啊，嘛会受气啊。毋过伊会当犯罪，选择不爱犯罪。咱会无犯罪，因伊用顺服上帝话。今日咱来顺服上帝话。咱要制服上界恐怖的敌人，就是魔鬼头撒旦亲自出阵吼，出来吼，嘛袂赢咱。这个所在讲吼，听上帝会当吼，咱会当自己拍败遐敌人吼。伊就讲上帝替咱面对咱的战争，等咱来听上帝话吼，这个上帝就替咱来烧台。上帝替咱来出手啦，毋免你出手，上帝亲自出手吼。所以咱需要来好好听上帝话，这真正重要。听上帝话，真足听话，这是会当帮咱赢过撒旦的搅扰甲引诱吼。这圣经记载讲啥？讲咱是上帝草场的羊，这个羊若无听上帝的声，无听有这个声，这个羊是会拄着困难甲危险。
人会当得到这个神的保护，是通过耶稣得到神的保护。你毋知知影羊啊？毋知你看过羊啊？羊啊耳孔真大，羊啊目睭无好。意思讲吼，羊啊若要性命这个保全，一定爱会晓听，看环境。因本来目睭就无好啊。毋过伊若真足听神，一定得到饲养人的保护。咱是羊，咱爱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敏感的耳孔，毋免想用，看会到要准绳，看袂到无准绳。那真正用目睭看会到做准绳哦，咱就毋是真正羊啊！真正羊啊，毋是靠目睭哦，真正羊啊是靠耳孔。意思讲，今仔日一个人咱得到这个保护，是我有听上帝声音。当我来听上帝声音，迄个上帝负责我搞定。所以咱要真足听声音非常重要，爱真足听吼。这样会当帮助咱吼，所以咱要常常爱听伊的声，听伊声这样保护，有影对。你若无听伊声，早晚出问题啊！你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吼，若开车拢有导航器的 GPS 对，对，导航啊。GPS 到后前，像我今仔对大园吼，我去大园倒转来大园啊。同迄个大园啊，啊嘛 GPS 到后啊，到后时会甲你指示着，甲你讲为倒一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无听 GPS 的吼，你就有可能啊啦，有可能惊着。当然，你会讲无我即讲为 GPS 嘛，足记录咧，当然有，但迄种真少啦。大部分的 GPS 拢真惊着。你既然按一个 GPS 伫啊，你就安怎？你着根据伊的话，照伊的指示。你毋知有提款卡，你会当领钱是表示你的户头有钱对无？啊，毋过有一个大原则哦，你的提款卡吼，你若放伊提款机内底吼，你若无照伊甲你讲的安尼操作吼，你户头内底有1000万吼，你1000块嘛领袂着，对无？对，真诶啊！你若无照伊的要求安尼去吼，我跟你讲，领无。户头1000万诶，真实诶，因为你无照伊的话，听伊的话去操作。前几工啊吼，我摕阮牧师的提款卡去领钱，提款卡去领钱，结果密码饲毋对，密码，伊讲吼，请你饲密码，我就饲，我惯性，我知影密码饲咧，结果伊讲毋对，讲啊，无我饲变好，饲另外一个，因为吼用伤济，因较毋知用倒一个啊，哦啊，这个袂当，我换另外一个，结果我袂使，啊袂使讲袂使，无。我想讲过灯工较试看卖啊，因为我是讲会当用3摆用着就考落算对。我是讲啊，无迄工用2摆，无今仔零工才来算对头开始对。结果我就是甲迄个用2摆用着提款甲我提提款哦，伊甲我讲，请你甲号码重新输入，啊，我就输前收着迄个号码就甲较细个对，当然啊。被锁卡了，迄个提款袂当领，毋过户头内底有钱啊，是的，因你无照伊命令，照伊指示去操作，户头有钱是你的代志啊，对无？上帝互咱有一个稳定，毋过咱若无照上帝话去操作，迄个稳定你暂时摕袂着，暂时摕袂着呢。上帝有传便便的等，要互你哦，啊，毋过伊互你一个命令指示啊。你若无照这个命令指示的，你就有法度暂时摕袂着。你除非求验哦，除非照这个照办法，这是非常重要吼。就是讲咱爱听主话，才能得到主的祝福。所以圣经真个所在拢甲咱讲，咱应该听伊话，一定爱听伊话。我咧讲哦，主若甲咱讲，咱爱听伊话，安尼主要负责，互咱听伊话。主若一直甲咱讲，叫咱爱听伊的声音。安尼主一定爱不时阵对咱讲话，无咱咧听伊声音。所以主若刚安尼讲，表示主的讲话，伊一定会互咱听伊声音。咱运用咱的想象来，上我的想象来甲意念来对讲，这是非常重要吼。圣经里这是这是启示录上尾一段经文吼，讲我伫门外叩门，听着我的声音，我要入，我甲伊叫我做伙来坐倒。
咱有一人通去着到住三到一个稳定到位，但是你一定要先声音爱听声音，你爱听到主甲你讲话声音，主讲伊要入来啊，然后呢，你爱听到主的声音，你要开你的门啊。嘿，你若无开门的时候，咱无法度甲主做伙坐着，人欢喜。坐着什么意思呢？坐着好朋友。咱外口人讲吼，若做伙食饭，怎啊？哦，做生意敢有这样？做生意啊，就吼，倒若开着朋友来，对，倒若开着朋友就来。会当食饭拢是朋友啊，无我要安怎甲你食饭？像我要甲伊食饭，甲公园食饭，对，就是伊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要甲伊食饭。会当食饭就是朋友啊，啊袂当食饭就毋是朋友，就影就对。犹太人是安尼，会当做伙食饭就是好朋友。所以犹大要卖耶稣时阵吼，耶稣犹太人当做朋友呢，甲伊做伙食饭，搁摕饼互伊呢，啊毋过伊就歪啊，犹大就歪甲耶稣当做好朋友啊。其实耶稣伫犹大要卖伊最后一下，伊犹太甲伊做伙食饭，啊搁摕饼互伊。表现出耶稣要甲伊做好朋友，但是伊不爱。今日咱要甲咱主做伙坐倒，咱一定爱听伊的声音。哎呀，因为伊离我看到门啊，啊了咧，咱都听到声音有一个回应，这非常重要吼。一个人听到主的声音，会当帮助咱得到真侪祝福。所以咱需要听到主的声音。真诶，一个人吼，讲话互主听，甲听主讲话，应该是同时存在。咱甲上帝吼，咱讲话互主听，甲主对咱讲话应该是存在。所以咱咧祈祷的时阵吼，读圣经祈祷的时阵吼，祈祷就是对主讲话嘛。咱爱用阮有淡薄时间，互主伫咱祈祷节嘛对咱讲话。我咧讲毋知你能了解无？啊无吼，即个主啊，真可怜呢。听咱话听了时，伊要开始讲话了，你已经阿面了。祈祷煞去，咱做了咧，啊主讲，我听着，好，我开始讲了了，阿妹结束啊，你走啊。祈祷应该有听伊的声，甲回听你的声应该并行。我咧讲，毋知恁能了解无？其实看上帝话嘛是安尼啊，咱今仔看圣经，咱要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吼会当毋但看着，而且有听着，爱并行。关系的建立，毋是因为你又要讲真济话，毋是关系建立是，我听到你的声，是的，你嘛爱听我的声咧。今仔咱要甲主好真好势关系，咱毋是一直讲互主听尔，咱嘛用阮家己会当听主话。主要通过想象来甲意念直觉对咱讲。我是会当望咱等的时阵，咱当操练啥？你会当伫安静所在，把手揢起，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来啊！今仔日我伫这个时间，我要听你对我讲话，求你用你互我的想象力，甲意念的能力对我讲话。你会当听到主讲话，因为伊是爱你的主啊，会讲话神啊，是惊咱耳孔卡起来，心门关起来听。啊，咱真正从这个想象力甲直觉，互主，我甲你挂保证。因为主真爱你听你的声音，所以你若愿意，甲你的想象力、甲你的意念主权交予伊，甲心门打开，一定有法度对你讲话。但你咱千万毋通想讲，迄是我黑白想的，无啦。若无主互你黑白想，你也想袂着啦。懂吼？若主无互你想吼，你黑白想也想无呢。所以咱要甲即个人讲咱黑白想吼，甲伊转过来，毋好讲黑白想。是真正经的事，主通过你想象力，甲你讲话，互你知影，主会甲你讲啥话，会清理。安尼咱了解无吼？好，这真重要吼。好，咱即摆过来就讲要讲迄个聆听神的声音的目的吼，我想有三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就是讲，会当建立我亲密的关系吼。咱主观来，我囥头前时，我甲主观囥不了，咱一定会烦恼会艰苦，因为我今日做这人搞遐。我做这人业影啊，尾仔讲啊，你是做啥啦？照甲我挡伫我的目睭，吼，伊就艰苦啊！伊若甲即个关系，甲神的关系肯定上尾啊，伊甲人的关系肯定上头前。人若甲伊讲伊今日所做代志，伊就安怎，伊就受影响。
毋过伊若甲主的关系放伫上头前，而且所做代志，互人嫌，无要紧，而且因我是甲主有关系做代志啊。有影咱教会逐工来用即个方法咧服侍者，别人无甲咱回路，甲咱嫌，无差啊，因为我是甲主有关系咧做这，对，我毋是要互你回路的啊。特别咱教会讲究讲较辛苦，咱应该甲主放伫咱的关系地位，对迄个伊爱放头前。啊，面会看不了，因为面会消失啊。阮爸爸是我的英雄，你知影？阮爸爸我的英雄。阮爸爸离开时阵，有一个念，我一个念头是要缀去。我一个念头是要缀去，因为敢想讲家己活咧，我对互老爸欢喜啊。啊，老爸都离开啊，规都毋免啊。有一个，迄阵有一个想要飞起来离开，迄阵无咧想某甲囝啊。迄是错误观念。我想爸爸无爱我安对，毋敢我做种无代志啊。咱来甲主观念放头前，迄个会改变观念放尾后，咱甲神的关系永远，咱甲人的关系所做就无亏损，拢有意义的代志。好，所以咱甲主关系好起来，一定要听主的话。爱情听做，今天恁囝要甲你关系好，嘛是爱甲你有话讲嘛，啊无话讲，你关系好一代对无？阿某关系好诶啦，爱会讲话啊，我讲你会听，你讲我会听，袂讲话拢听，我都听对方声音，迄关系哪会好？对无？真就这样子啊。恁囝吼，恁囝读到大二，有一个女朋友，逐工拢1点钟咧讲话呢，啊呢。固定9点半到10点半，固定讲话呢，用赖的电话讲话呢。我就甲伊讲，有啥话好讲？讲啊这些讲晒。逐工1点钟，当然迄天后约会就毋免啦。啊，无迄天若无约会就爱，啊，因约会是一礼拜1天尔，迄天无啦。啊，其他的吼，逐工9点半到10点半，人关系遐尼好，哪会好？人有咧讲话。真诶呢，有差咧。迄若无讲话无关系，有讲话就有关系。今仔甲主有好关系，真正嘛爱听你讲话。这头一个，迄非常。第二就是讲，听主话会当互咱得到真正诶改变吼。人若要改变，一定要听主话。人若无听主话吼，我你讲明白，变袂过来。圣经内底遐人吼，会当改变，咱听主话咧，对。因为伊听主话，接受主诶教示，就调整过。圣经内底真侪人拢是安尼。当然有伊人袂改变是我爱听主话，我爱听主话我就改变，但是听主话就我就改变。所以今仔日咱咧得着性爱得改变，咱一定爱听主话。主的话咱帮咱得着完全的改变。吼，那先像讲，即个保罗了，保罗本来毋是讲去亚洲传福音，啊尾也毋是去马其顿咯，本来。保罗要去马其顿以前是要去亚洲的这边啊，亚洲中国这个方向，毋是要去欧洲呢。毋过哦，半暝啊时阵，毋知是半暝啊使，现实来讲，我人你无去啊，你就爱去来，最后咧，伊就去马其顿，去到马其顿传福音，互迄个加罗迄个狱主有无信耶稣？为这个保罗哦，甲主关系好，会当互主较大诶使用咧。因为即个人吼，特别的所在就是真听话。咱讲耳孔哦，耳孔真软哦，真轻。耳孔真轻，歹意思吼。耳孔真轻，我袂听意思。真来吼，真来。吼，真来，就耳孔吼，真会晓听主的声音。所以即个人我都去改变，也做改讲卖遐就卖遐。啊，为什么我都安尼去变来变去？因为即个人真会听。真会听就真会改，真袂听就真袂改。有影？咱的囡仔吼，若会听你话吼，伊就安怎？伊就有代志伊就袂做。即个袂坚持啊，因为伊听长辈声音，长辈在讲你安尼做吼，会吃亏啦，对无？所以咱长辈就甲细节讲讲，毋好安尼啦，毋好安尼啦，毋好安尼。啊，为囡仔吼就无爱听咧，所以伊也为着无听话负代志。用钱吼，用时间吼，买经验，用失败吼来买经验。
啊，为囡仔，因为伊真爱听爸母话，真注意听，为了避免一个错误。伊那弟弟大的改变，所以改变对大部分改变毋是一件真巧，改变是对神的话，神的话才当带咱真正改变。这第二、第三就是，当人若是愿意甲主，还听主的声音时吼，伊会当较愿意服侍人吼，较愿意去服侍人。其实耶稣会当才做真好服侍者，耶稣才做真好服侍人的人吼，是耶稣拢真爱听上帝话，真诶呢。耶稣伊讲我来毋是互人服侍，是服侍人，对无？伊哪有法度服侍人？因为耶稣真爱听上帝话，所以伊有法度服侍人。毋是耶稣因为神诶，但是你知影毋知？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，毋是神哦，是人。今仔咱咧讲主耶稣，迄个耶稣是神，是耶稣国外以后迄个神。即摆咱咧讲，咱的神耶稣，毋是世间外的迄个耶稣，是离开世间外开伊的。咱即摆咧讲是迄个信迄个耶稣，毋是伫世间迄个耶稣呢，毋是呢。迄阵的耶稣嘛是人，啊，为什迄个耶稣当时的耶稣有法度去服侍真济人？因为迄阵的耶稣吼，伊真听上帝话，无人肯听的。所以今仔日咱会当服侍人，是爱真了听上帝的声音。人若听上帝的声音，伊就有法度来服侍人。真正耶稣就是安尼吼。耶稣来讲，伊是要服服侍，是要服侍人。为啥有法度安尼？因为伊是一个真爱听上帝的人。今仔日咱食咧一个真会当服侍人的人。咱用上帝帮咱有一个听上帝话声音，听上帝话耳孔。当你若真爱听上帝，听的你就做出来，听的你就做出来吼。这是非常重要的项事。伊是耶稣就是安尼吼。耶稣会当食对一个互上帝需要的是耶稣真够听上帝话。为虾米耶稣有一个单纯的心？吼，一个人若要顺从，伊就要听上帝话。人的心若顺服，这个好听的话听入，足严的话嘛我就接受。好听的话会当听，啊严的话嘛我接受。所以一个人会当听话，毋是话本身的问题，是迄个人到底有柔软啊无柔软。若有顺服的心吼，好话严的话拢听。咱的囡仔有一个顺服心吼，是大人甲伊讲，较早去困，毋好看电视看久，毋好滑手机滑久。咱的囡仔有顺服的心吼，伊自然伫时代甲伊讲，毋好滑手机滑到半暝啊2点，伊就听落去。所以囡仔会当听时代人话听落去吼，毋是爱话较软的，是囡仔有一个顺服的心。毋知你囝是毋安尼咯？咱的囡仔要听咱话，毋是咱讲软的东西，是咱为着咱的囡仔有一个顺服爱的其中。当囡仔有一个顺服心，你甲伊讲真严厉话，伊嘛照常听。吼，耶稣会当听到上帝声音是有一个顺服的心非常重要，因为顺服所以咱听到上帝的声音吼。耶稣前的伊顺服了。因为咱有真济，伊是顺，伊听耶稣话，所以伊法度插，有法度属于气力，会当来抵挡魔鬼吼。这是耶稣伊特别的所在。耶稣服侍人是因为有顺服，为啥有顺服？伊听上帝有顺服，有气力吼。这是非常重要一项代。耶稣是一个咱的一个模范，通过顺服上帝话，听到上帝声音，顺服上帝话，听到一个服侍一个模范式，会当互你我来学习。所以今仔日咱要食对别人榜样，是榜样榜样。今仔日要食对别人服侍人的榜样。咱即个人爱对上帝，我来甲耶稣相像，会当听上帝声音的顺服心智。当一个人来听上帝声音，伊就要食对别人服侍人的一个学习对象，就耶稣讲。过来，咱做看就是。上帝应许要对咱讲话，上帝应许对咱讲话吼，咱来看这个以赛亚第30章18到20节，这段咱就实在有印象吼。咱做咧读一遍安尼好，咱做咧读一遍来。主虽然以就以艰难给你当啊，这个太难了。好，主
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：怎样？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意思上帝应允对咱讲，不过是咱无听到，不过咱无听到，不表示上帝无应允。咱无听到上帝对咱讲话，不表示上帝无应允。上帝应允对咱讲话，所以上帝上帝以利亚讲，我对你讲话啊。上帝甲但以理我对讲话，上帝对撒母耳讲话啊。上帝有应允要对咱讲话。咱无听到上帝声，无表示上帝有应允要对咱讲话。上帝要对咱讲话，就咱像以在一道经来看上帝对咱讲话。伊要指示咱要怎行路，所以诗文的箴言第3章内底有一段经文，你有印象咯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对，上帝一定会对咱讲的。我跟你讲，上帝担心几啊常数，其中一项就是咱不爱听伊讲。你知会晓讲话人无人要听伊讲话，足艰苦的。对，会晓讲话妈妈，囡仔要听伊讲话，足艰苦的。讲袂对。会晓讲话的妈妈，无人要听伊讲话，这个妈妈真正真可怜。今仔有的妈妈就真正安尼，囡仔我爱听妈妈讲话，中午爱听妈妈讲话，真啰嗦啊！我迄个妈妈足可怜的，足辛苦的。咱来听妈妈讲话，听太太讲话啊，对无？咱应该互伊这种满足。上帝是会讲话上帝，竟然无人要听伊讲话，这个上帝安尼足可怜。你若讲伊袂讲话无要紧，无要紧着。啊，上帝会讲话，啊，你快听伊讲话。讲上帝安尼足可怜足悲哀。上帝应允对咱讲话，你一定爱花时间拍开心，拍开目睭。拍开耳孔，听伊讲话，伊一定因为你想要听伊讲话，伊互你有法度听到伊讲话足好，真的一定有法度啊！一定有法度互你听到伊讲话，这非常重要。上帝是安怎对咱来讲话上帝对咱讲的方法，第一就是对圣经咱拢知影的上帝对圣经对咱讲的，不过无圣经咩像共产国家无圣经那边，上帝我都讲话啊，北韩无圣经啊，北韩啊，韩国北国的韩国无圣经啊，回教国家无圣经啊，安尼上帝要咱讲话，上帝一定通过圣经对咱讲话，不过除了圣经以外，上帝嘛会当通过其他人对咱讲话对，天使啊，对无？上帝通过教会侍奉当中啊，长老执事、长辈牧师对咱讲话啊，对无？上帝对边啊人当中，上帝有当嘛对天用天才对你讲话呢？敢无可能有啊？我记得以前阮李东新的主会就有一个兄姊妹就讲抽信主啊，看到啥？看到天才对伊讲话，因兜社会讲对伊讲话呢。但是有哪可能的代志？哪有种天才咧当讲话？对，有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天才出来来讲。上帝通过圣经对咱讲话，英文对咱上帝通过无像款的天使啊、先知啊、祭司、宗教对讲话，他们讲怎样？上帝用一个囡仔提醒咱，上帝用囡仔提醒咱，上帝用隔壁人给咱提醒，上帝用可能无信主人给咱提醒的，有可能啊，因为上帝当用无相管道对你讲话，只要你愿意听，伊就有想办法对你听。第三就是上帝可能直接对咱讲话啦，那像上帝对阿扁咱讲话，直接对伊讲话。第四项就是上帝伫你意念甲相信对你讲话。上帝除了用圣经、用人、用直接对讲啦，上帝会当通过，上帝通过想象甲意念互你看到上帝对你讲话代志，有可能是大。所以我拄好讲，上帝要互一个囡仔看到天使，上帝甲这天使的影，放伫这个囡仔想象力内底，互这个囡仔真纯的讲。我看到天使，伊是无法哪天使。毋过上帝甲这个天使，这个图放伫这个囡仔
想象力还是意料内底。这个囡仔真单纯，伊就哪，伊甲伊看到讲出来。囡仔就安尼啊，伊看到啥就讲啥啊，伊袂凊彩讲啊，因为伊看到所以讲出来。毋过伊看到这个物件，毋是真正出现，毋是做逐个人目睭前啊，是伫个头内底。上帝对这个囡仔讲话，讲啥？讲天才即摆就伫即个所在。有可能有啊，上帝有法度甲你讲你的思考里头有天才。听讲每一人边拢有两个天才，你知有影无？我咧讲，咱的边啊吼一定有天才，因为希伯来书第1章安尼记载讲天才是要照做咱的册言服侍咱的。希伯来书第1章安尼讲，天才是要照做服侍咱的册言呢，毋是遐飞来飞去呢，天才毋是咧飞呢。天才是要创出来服侍咱的人，所以每一人边一定有天才，咱无天才。迄是我咱无看到伊尔，毋过无看到无表示无呢。那是我问你，看到空气无？看无啊，有空气，有空气咧。看无表示无呢，啊有细菌无？有啊，咱无细菌，对无？啊，我你细菌看无啊，对无？啊，咱到面灰金后有尘螨无？尘螨啊。有咱无尘螨，咱的面皮、咱的镜头、咱的拢有面层拢有尘螨的，真的呢，是你看袂到尔。你看无，你听无，无表示无啦。上帝对你讲，上帝真有爱你听，伊要甲你讲的，哦，上帝通过上堂意念，伊要互你看到、听到、感觉到，上帝即阵要安尼讲的话，要互你看到物件。我咧讲，毋知你能了解？真诶吼，上帝要互你看到真济，伊想要看到物件。咱看700度吼，咱以前捌看700度吼，700度就是上帝互咱看到一个物件，对目睭互咱看到即个物件。你知囡仔会当看到天才，是囡仔以前捌看过天才。上帝会用咱知影对咱讲。上帝，这个囡仔看到天才，是这个囡仔以前捌看到天才，所以看到这个天才时，伊知影讲这是天才。可能你就是讲无可能啊！我要讲一个人，这个头脑内底遮个想象力的物件吼，是因为以前伊通过看到、听到、想到所学物件。虽然以前可能无亲眼看到天才，不过以前有人甲伊讲故事，讲天才就流失，天才拢100岁讲，可能拢100岁。可能伊都有听到奇怪甲伊讲啊，讲天才就是，天才穿白衫，天才尾仔拢光安尼，伊有听到即个消息，伊甲即个物件拢藏伫头内底，成为伊记忆的一部分。然后上帝甲伊以前所听到即个物件吼，甲伊整理起来，然后上帝甲即个天才形藏伫内底，所以看到即个形，就甲以前所学物件倒做伙，有影有实，啊佫光，啊佫穿白衫，即个就天才。所以就马上甲边爸爸讲：爸爸，我看到天才。为什么我都看到天才？因为以前伊捌学到天才的这种形。我记得我伫迄个城内教会咧上课吼，嘛上这大课程，咧讲啥代志啊？结有一个姊妹就讲，阮爸爸过身的时阵，因爸即病吼，要过身的时阵，伊就祈祷主，甲主讲主啊，互我看到吼，阮爸爸要去医院。因为足严重啊嘛，伊知伊爸爸法度继续活落来，伊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互我知影，阮爸爸要去医院，安尼祈祷啊。结果伊就看到因爸爸的眠床吼，因爸爸倒伫眠床迄个病床了，看到天才两支丝，甲因爸爸给砍掉，阮看无，敢若看天才脚只片，看到天才，伊个心就叫真大头啊！伊讲啊，我知天才来叫你传去啊，天才来无叫传金刚嘛，对无？一定带去耶稣遐嘛，所以伊心软啊，头发，这头发了，伊就甲我讲讲，牧师啊，伊甲我讲，迄姊妹讲，牧师，毋过我毋捌看过天才咧，我捌看过天才咧，虽然我看到迄个看天才，毋过我以前毋捌看到，我甲伊讲吼，你以前毋捌亲眼看到天才，毋过以前你捌听过老师甲你讲，还是为故事去甲你讲。讲天才就是哪，实足大机迄种诶，实足大机，啊，佫来规身躯白泡泡诶，
穿白衫啊光影的迄种。你伫你爸爸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看到吼，毋是第一摆看到，是以前就已经得到消息，迄个印象。伫迄个时间的时候，主甲你以前所看到物件，拢甲扣做尾。你一看讲啊，都天使啊！迄毋是第一摆看到咧，是以前你就知影，以前就知影，甲以前知影，上帝同我以前你知影，甲集中起来，你看到天使。当然以前冇看过天使，毋过以前知影天使对象。今仔日你敢毋知天使？我知影天使，咱毋知。天使一定是100岁到200岁，一定是较悬嘛，对无？天使一定比咱较悬，比咱较厉害得了。对，一定比咱较悬，因为天使咱烧台战争啊，应该比咱较悬啊，比咱较一定烧台对吼，应该是足悬，啊，过来有色，啊，过来穿衫黄白，啊，过来伊背甲带光甲带，因为天使有电火嘛，我伊甲带光甲带，你一定知影天使的形啊，因为以前你听过故事册，也有人讲故事，看到故事册。听人讲，你知影讲天才就迄个。我你讲，主袂互你，你以前唔知影。主要甲你讲，一定你一定知影。啊，你才会相信啊？无你无法度相信啊，因为主体条人讲，伊会甲你知影的方法，甲你讲伊是啥，伊要对你讲啥物。我你讲毋知你当了解无？我你讲，咱已经有备会当听到上帝声音的。咱已经有备，会当看到上帝要互咱物件能力了。今仔爱做是安怎？就是我要单纯，甲主讲，主我要叫我想象来，甲意念交你，你爱对我讲话，我要看到你会互我的到位，我要体会你互我的感觉，我要得到你甲我讲的话术。我讲耶稣，咱的主苦袂讲。伊上惊咧听无伊的声音啦，伊咧想办法要互你听到声音啦，真诶。所以咱就爱运用斗着真大的脚步来听上帝话，上帝一定会互咱看到，这非常重要。点解？这咱以前捌看过这个道理吼，上帝用启示方式吼，互咱知影。另外，这是耶稣，你看耶稣互咱鼓励哦，你用一角度来想啊。耶稣互咱一个心内一个感觉，可能迄个感觉就是欢喜的感觉，心内有真大欢喜。然后这个欢喜，这个心就会影响这个想法。一个人心想使吼，头脑就会想使的。心若真杂吼，头脑就安怎不来想的。安讲袂对吼？心若真烦，迄个头脑就安尼，就无精彩呢。啊！你要看到物件吼，看这个嘛是，看迄个嘛是，会呢，因为头脑有使，就看会使了；头脑有使，就看会使。以前你捌听人讲过一个故事，听讲吼，我听到故事，讲有一摆苏格拉底，伊在苏东坡人苏格拉底，差劲。苏东坡啦，苏东坡是个财主对吼，啊有一天伊甲一个好朋友，咧大家拢相比较，谁的程度较好，甲一个一般的朋友啊，这个苏东坡吼，迄阵少年哦，要甲对方压落底安尼吼，要甲对方压落底。哎呀，有一天因做伙，这个苏东坡就问对方这个人讲：你知影？你知我怎看你是啥物？你知你即摆是啥物型安尼无？啊，这个伊朋友讲，无你看我即摆啥物？伊讲你看个坐两看，哪像一副有屎？啊，讲了就看笑安尼，笑啊！迄个苏东坡就笑了，我看哪像一堆有屎安尼，啊，就足欢喜。因为今仔日已经侮辱伊个朋友啊，等于甲因小妹仔讲，因小妹叫做苏小妹，不是不是？对了哦，叫做苏小妹。故事是这样。苏东坡因小妹叫苏小妹，伊就甲因讲，我今日外口甲我迄个朋友吼，甲伊吼，
甲写甲当倒使嘛，伊讲安怎写，就是我们做伙，然后我就讲一句话，讲现在我看伊啥物了，伊讲啥物，伊家己有使，我讲你敢会害，我来走嘛咧。你睇医生来讲真，讲吼，人头脑想在，就看到使；你的头脑就是有使，你就看到有使。有影就对，人的心，人想着使就看到使。人的头脑一想着真惊呀，看到黑暗，有可能你看到无可能影。但是人的头脑若是有注意力，一直看到光明物件，一直看到光明物件。当然魔鬼嘛是安尼，魔鬼嘛有这个方式咧应用，主要这个问题讲，咱的心内一直想耶稣，看到耶稣，咱来听耶稣；咱的头脑一直想天使，你一定来看到天使。真的，头脑，你来到教会时阵哦，你会当甲主讲主，互我今日会当看到天使，你会当啊。你着带这个真大的期待甲渴望，你着来到礼拜天了。我讲有一天有一个天才会受耶稣交代，互伊看，这个人伊要看天才，互伊看，真诶。毋过你大先爱有想要看天才的心在你啊，有一个渴望，有一个意愿，然后才有这个看到。魔鬼嘛是共款，魔鬼嘛有这个方式咧应用咧，互咱心内足杂足烦，啊了，因咱头脑都无想。要看大家人，你看会到呢？我知你看，我就知影你咧轻视我。因内你有真烦嘛，所以看到伊咧看我真，我就知影你轻视我。其实无啊，因为安怎想，就安怎看，对无？咱要看别人看了真好势吼，但是爱先好想法。上帝对人讲的就是安尼，通过意念对人讲的，魔鬼嘛影响咱心。所以你要决定，你用魔鬼对你讲的，你用耶稣对你讲的。后来上帝对人讲的方法是，哈巴谷书第2章1到12节吼，讲上帝哈巴谷，哈巴谷讲上帝哈巴谷，第2个比较差吼。哦，上帝对伊人讲的吼，安怎讲的呢？上帝讲的方式就是，对伊讲的方式第一就是安怎，爱要伫守望台对无？就是你要听到上帝你讲的，你大家爱徛你的守望台，找到一个安静的所在。守望台就是无人搅扰，你要听到上帝的声音，你一定爱喏，爱一个安静的所在。当你是安静的所在，你就要听到上帝的声音。那像迄个伊利亚哦，伊利亚伫迄啥物山，伫个啥物山顶头，结果离开山前吼，风雨足大。到尾拢足大声拢无听呀，当遮个声停的时阵，上帝讲话啊！你爱徛伫你家己守望台，就是你安静的所在。你会当伫房间啊，会当伫厕所内底安静甲耶稣讲，这个所在就是守望台。我要伫这所在吼，听到你的声音。哈巴谷就是安尼，就是大先伊安怎。也要在守望台，在找一个安静的所在，主会当对你讲话，你会当有时表达听到声音。啊，你啊，人安静时候，头脑真清醒。人安静了，你的头脑就真清醒，就真敏感，会当听到、看到、感觉到。所以第一就是安静，第二就是你在观望路上，就是你要集中听，有安静的所在，过来集中听，过来吼。当你若安尼祈祷的时候，你若听到第一个感觉吼，你就单纯来接受，你莫讲哪有可能？哪有可能我安静就随有？这毋是真诶是假哦，无搁听看卖。第一个念头，第一个念头，第一个想象的内容，你就单纯来接受。咱毋要讲啊，这敢若无啥可能？哪有可能遐紧？那我他紧对我讲话，我讲你佫无够，那有紧他紧，你无安尼想，你著第一个意念，你著来接受来，第一个意念就来接受来，踮伫安静的所在，然后你著注意听。第三个就是听到时就来接受，免怀疑，你著真足听，真足思考，然后一个意念内底，一个念头。有一个念头，比如讲，咱拄仔咧讲，咧祈祷时，你有一个念头，你看到一个青草菇，
咱拄仔你祈祷，你有看到一个青草坡，你咪来耶稣讲，耶稣，你有看到青草坡什么意思？耶稣有可能甲你讲，我互你看到青草坡，要互你知影讲，我要供应你的需要。你会当甲耶稣讲，耶稣你我来到水边什么意思？啊，耶稣你即阵伫啥物所在？你甲我讲。你会当甲耶稣问，然后耶稣你对迄个念头，啊，你对迄个念头有一了解，你会当继续问耶稣，耶稣我多谢你，我即个念头想啊，啊，不过我毋知啥意思呢，甲我讲较清楚就好。会啊，敢袂使会啊？你甲囡仔讲，囡仔讲，爸爸你讲啥我听无啦，讲一摆，你安怎？你会讲互伊听，晓唔晓咧？你袂甲伊讲听无，就是我准一听听无，我讲啦，我一摆就无啦，你安怎？你安怎？你会讲一摆互听，因为你的囡仔想要听较清楚。咱嘛是啊，咱咧听有意啊，想象咱你听主的话声，你就听懂。等于人咱一个物件，咱就单纯接受。啊，你若无了解，你来甲耶稣讲，耶稣，你要想一句话，我毋知啥意思呢？我毋知啥意思呢？你讲较清楚就好。敢袂使？耶稣讲，我想伊袂烦你，伊袂讲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我毋知啊，你是知哦。敢袂？你呐，耶稣一定会互你较清楚了解。哦，所以咱就单纯来领受，啊，过来甲领受吼，甲写落来，甲记落来。哦，甲领受来写落记来，这非常重要吼。莫讲交伊所听到吼，这非常重要，因为你若安静、心足得到，啊，就领受，安尼就好。我建议呢，兄弟姊妹等下当练习看卖，注一点亲像甲你讲话，你若单纯，伊就会甲你讲话。过来就是圣经内底有真侪所在吼，讲到咧，看到上帝、听到上帝声音吼，拢甲目睭无关，拢甲耳孔无关，拢甲心目有关系，甲心目啊，咱的心啊，开脑啊开，就看会到、听会到。因人看到物件、听到物件，毋是用目睭甲耳孔啊，有时是用心啊，用心啊，吼。那想讲，我知影，阮太太真爱我，你感觉用心体会咱太太爱咱，毋免吼伊开喙啊，对无？伊逐工伫厝内斗骹手，你的心就感觉伊真甜，啊无奈甲你做太件代志对无？用心就能够看见，用心在回忆的光谱，长荣钢琴，你像这样啊，王力宏。王力宏有拍长荣的，而且拍中华，伊讲用心就可以看得很远，用心就可以看到美国啊。那个长荣钢是长荣吗？你看无拍光无？无啊。我才是拍光，我拍他的星空。伊这一个长荣还是华航拍光的，伊讲哦，有心就可以看到全世界。伊讲有看到美国。如果心看到美国，伊就看到美国。长荣会当带伊到你心，想要看到什么？有意思吼，真诶啦。因为上帝用心对你讲的，同你想象一定对你讲的吼。啊，过来就是你当时咱听到上帝讲的吼，就是会当伫祈祷中去家庭随时拢听到上帝讲的吼。过来咱要讲我上帝当个声音，一定有几个关键吼。上帝声音甲人的声音甲魔鬼声音真正无共款。咱要怎确定这是上帝声音？吼，第一个就是上帝互你的声音，互你的话一定袂违反自然律，不会违反自然律的，不会违反自然，违反自然的迄毋是上帝的声音。哦，咱想讲一个查甫仔，已经结婚了，伊就祈祷，突然间有一个想法。心内一个感动，我爱不传你一个某，因为我即种无传的某拍摄，爱传，这个违反自然啊，对无？一个某这正常啊，啊，不心内我这种优秀的人无传两个拍摄，我爱传，我跟你讲，这叫做违反自然，这是上帝声音，这是你的声音还是魔鬼的声音？哦，对吧？啊，有影袂10个人伊讲我会当传3个，啊，优秀的人无传3个拍摄。
有钱啊，你有钱啊，我钱啊无得开，我带三个正常啊。这违反，虽然有祈祷，但这个声音是上帝声音。啊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未当违反社会道德伦理标准，袂当。伦理，咱的人伦理对无？啊，就像讲什么？对无？无相相生啊，同性人结婚，这违反伦理嘛，对无？叫爸爸没叫爸爸，叫 P 叫 E， 就奇怪对无？叫爸爸是第一个老爸，叫妈妈第二老爸，别乱叫啦，迄违反伦理的物件，对，啊，这唔是。第三个袂当违反法律，因为法律是人共同遵守，所以袂当违反法律。所以上帝若有你一个声音，甲你讲，你去银行发给物件，这一定是上帝声音，因为你拢无钱嘛，你甲主啊，我钱，突然间有一个感动，去银行去。这违法的是一定对，对不？去爸爸付你个钱，一定对，对不？吼，这违反法律唔对嘛？啊，你去买咯，人抢着你的，这一定违反法律，这是上帝声音，一定魔鬼的声音，对不？对。啊，第四个不能违反神的本质跟圣洁的原则。虽然有无违反自然的，无违反社会伦理，无违反法律，但是违反上帝本性。那就我一般来讲，这个爸爸干嘛？爸爸会当甲查某囝结婚吗？袂使。是，两人相爱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不行。查某囝会当甲老母结婚吗？会使啊。刚才读完，我讲读完呢，查某囝甲老母结婚啊。因为老爸死去啊，啊查某囝就讲妈妈较可怜，无法甲结婚，该陪伴。安尼讲嘛是有理的吼。如果违反圣经，圣经无讲查某甲查某结婚啊。圣经无讲查某甲查某结婚的，对无？虽然吼，伊会感觉讲这是对啊，伊会讲对啊，因为伊的自然就甲你的自然就无共款，伊的法律观甲你的法律观无共款。不过违背圣经的真理，安尼就毋是上帝声。第三就是声音是当带来迄个问题，那咱碰到咱的声音破坏环境，安尼唔对。第四就是上帝声音会较互你正面，听到上帝声音会较互你考验，所以记得哦，听到上帝声音哦，记得啊，伊讲这个羊毛无放遮，第一讲是安怎对？爱讲哦，我试两一摆，伊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明仔载吼，若即种答案吼，边仔答我相信，对。啊，连讲我过来啊，我咧讲，上帝话会当互你去求证。是袂当证明，会使，因咱都在操练嘛。吼，过来就是上帝讲你话一定带来平安，带来满足，带来欢喜。互你话安尼真烦恼，真惊险，上帝声音，迄定是无好声音。最后一个就是上帝话，因为较真正上帝，你会当较拥护、较拥护、较有心的人做伙来上帝声音，这非常重要。咱要得到上帝来互咱声音，一定爱。有一个单纯较顺吼，真诶，你若单纯吼，上帝对你讲，为啥？因为上帝嘛单纯是。你要听到上帝话，你依然单纯，啊，过来都顺服伊。上帝今仔日会当通过圣经对你讲，会使，但是上帝嘛会当伫无圣经的对你讲，因为上帝已经创造一个，你会当听到上帝的声音器官，叫做想象力甲意念。这个物件是上帝对你讲的器官，你只要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今晚我要听你讲话，我要甲我的想象力甲这意念的主权交你，叫你使用你所创造的物件对我讲话，互我看到、听到、感觉到，我相信主一定真爱对你讲话。迄个你爱听到上帝声音的时间到。毋是通过圣经尔，是通过角度上，主会当亲自甲你讲话，是你爱听这个声音。咱三角来祈祷，是阮的主，阮对神的感谢有努力，主阮亲信你是会讲话神，你是一个真爱对阮讲话神。亲爱主，感谢你赏赐阮在座每一个兄弟，互阮有一个会当听到主你声音的这个想象力甲意念的开达。主要求你，互阮会当伫这想象甲意念里面，会当完全发挥功能，完全拍开，帮助阮在座每一个兄弟，当阮安静伫日头前，要听你声音的时阵，主互阮听会着。
主要求你真正聆听阮的软只，因为阮真心要听到你的声音，真心要知影你要对阮讲啥话，所以求你真正给阮机会，会当听到你对阮讲话，奉耶稣名宣告，迄个上帝对阮讲话声音，要伫阮在座兄弟姊妹中间来发生。主要求你真正恩待阮正兄弟姊妹，互阮意爱听到你的声，互阮果真听到你的声。主要多谢你不断提醒阮，互阮真正的过来以后，因为阮愿意听你话，阮就果真听到声音。主感谢你，有努力，阮安尼感恩祈祷，奉耶稣名。阿门。是，互你一段经文，互你有可能一段经文，有可能互你的道话。如果你拄啊一直互一段经文来感动，主要通过这段经对你讲啥物话，不过可能你毋知影即句话意思，所以你会当继续甲主讲，主，我拄仔咧上课时，你我听一句话，到底啥物意思？为什么即句话当伫我咧听课时一直出现伫我头壳内底？到底啥物意思？主会当互你新的一个答案，奈互你听即句话？即句话到底上帝要甲你讲啥物？我相信单纯就是安尼尔，单纯。咱若真单纯，咱一定要听到主讲，因为主是单纯的神。所以我建议咱的兄弟姊妹就是讲，你就是安静落来，然后甲即个意念，甲即个想要主交情，甲主讲，主我来，甲我讲话，我要听你声音，主一定甲你讲话，你等下听到神的讲话，足幸福的，真正足幸福，咱就听无去到遐对无，拢靠无输，啊无输来讲无成做诶，发神吼，对。真正足神的吼！咱嘛当直接听到主对，因为主是上界好老师，迄圣经是上界好老师，伊一定对你讲话，所以我直接甲咱邀请，会当操练看卖啊！你著安静落来，坐落来，主讲主，我中我这物件交你啊，你甲我讲，然后你著单纯，你著听，伊若一礼拜你著来接受，安就好啊。啊，有影咧，主要互你一个礼物吼，第一项互你主啊。毋是啦，我捌种啦。你送你物来就是这样。啊，我送这个互你，你还，我无想要创啊。啊，咱若送礼物互人，互别人甲你讲，要大个啦，我这里，我足神的。啊，我爱互你啊，我爱互你啊，互你都我爱接受啊。所以咱就还是接受，主会一定互你，主会互你心来，主会互你心来。咱等于操讲来讲，上帝祝福咱呢，加油！